列王纪上21章第1节到19节。列王纪上21章第1节到19节。大家若有兴趣，我来读。我今日读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的汉罗版，所以我读的时阵，甲投影的字可能有小可无共吼，请大家斟酌听。后来阁有代志发生，亚述的人拿别伫亚述的有一丘葡萄园，我军撒玛利亚王亚哈的王宫，亚哈甲拿别讲：你的葡萄园，互我做菜园，因为真近我的王宫，我要用搁较好的园甲你换。你若爱闻，我就照价钱甲你买。拿别甲亚哈讲：上主未允准我将祖先留落来的产业互你。亚哈因为亚述的人拿别讲的话郁卒无欢喜，倒去王宫，因为拿别有讲，我被动用我的作业互你。亚哈就倒入眠床，面向内面嘛毋食。第5节，王乎亚西伯来伊遐，问伊讲：你是安怎郁卒毋食饭？伊应讲：因为我对亚述的人拿别讲，你的葡萄园互我，我用银甲你买，也是你若爱，我就用葡萄园甲你换。伊讲：我的葡萄园我袂当互你。王后亚西伯甲伊讲：你即阵敢毋是咧统治以色列国？起来，欢欢喜喜来食。我要将亚述的人拿别的葡萄园互你。亚西伯用亚哈的名写批，转王的印，寄批互遐个甲拿别带同城的长老甲贵族。批内写讲：恁着宣布禁食，互拿别坐伫人民的头前。第10节，国舅2个匪类坐伫伊的对面，做阵告伊讲：你亵渎上帝，甲侮辱王。然后甲伊拖出去，用石头钉死。遐个甲拿别带同城的长老甲贵族，就照亚西伯寄互因的批所写的去做。因宣布禁食，互拿别坐伫人民的头前。阁叫2个匪类来坐伫拿别的对面，当众人的面前做证，告拿别讲：拿别亵渎上帝，阁侮辱王。众人就互伊拖出去，城外用石头钉死。长老甲贵族就找人去甲亚西伯讲：拿别已经互石头钉死啦。第15节，亚西伯听到拿别互石头钉死，就甲亚哈讲：你去接收亚述的人拿别毋肯卖互你的葡萄园，伊已经死无命啦。亚哈听到拿别已经死，就起来落去要接受亚述的人拿别的葡萄园。上主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讲：你起来，去见住伫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伊即阵落去亚述的要接收拿别的葡萄园。你着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有杀死人，搁接受伊的产业，搁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狗伫什么所在治拿别的血，嘛伫遐治你的血，就是你本身的血。咱圣经读到这，愿上主尊叹去行的人。咱今日请罗准义牧师来为咱证道。罗准义牧师证道的题目是
上主所厌恶的领导者。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到伫咱的中间，甲咱三甲敬拜上帝。咱姊妹诗班今仔吟的诗是什么人写的？毋知。这是第二次大战真出名的一个德国的牧师潘鹤华，捌听过。伊所写，其实咱的圣诗605首。就是迄首诗，但是曲无共款。我后个月来，恁会当唱605首。迄是咱慈信的牧师的公主，伫香港大学伫做音乐系教授，伊所写，所以605首是真水的一条圣诗。潘鹤华就是。本来，伊是一个德国的牧师，嘛是一个神学家。伫第2次世界大战的开始，拄开始，伊去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受邀请去做神学教授，但拄去无偌久，就听到德国正式宣布并吞波兰。伊感觉这是真无应该，伊感觉德国的希特勒政府做这个工课是无应该的代志，派兵去拍外国，残害遐济人，特别伊阁听到将犹太人送去集中营，所以就决定走转去德国，参与伫谋杀希特勒的组织。伊感觉迄个是一个起笑精神无正常的人，这有一点仔像普丁，就是即种的人，后来伊转去，伊有订婚，准备要结婚，无偌久，安尼就掠去，互掠着，掠去关甲关，当联军的部队要拍入去。柏林的一礼拜前，要拍入去柏林的一礼拜前，希特勒命令将意大利出去枪杀，后来就死伫柏林的所在。这是伊要临终的进程，监狱的人拢在哭，因为伊伫监狱嘛在带遐个互掠去。咱咧讲的政治犯，掠伫因内底，伊传做礼拜，传敬拜上帝，无圣诗、无圣经的下面，伫念圣经互伊听，传伫吟诗，后来就掠去枪杀。这是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，嘛是一个真出名。个牧师，伊有讲一句话，伊要对美国倒转的时，逐个神学院的先生拢甲伊苦劝，学生嘛讲毋通，你转去真危险。伊讲伫我的国家上困难的时，我若是无转去，有一日战后我的国家若要重建，我就无资格伫迄个重建的行列。伫国家上困难的时，我得爱转去；若国家无困难，我得毋免转去。是国家上困难的时，我得爱转去。若是无，有一日伫废墟的中间伫重建，我就无资格参加伫重建的行列。这个观念影响德国的教会，一直到今仔日。所以这是这首诗，我是讲诗，毋是讲曲。诗的背景是甲这有关的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上帝感谢你，互阮逐礼拜日会当照时伫这个所在，阮通过诗歌来底应答你竞选的听，通过圣经的话，阮伫学习。
认捌你的教示。愿上帝你的神开阮的心门，互阮有虔诚的心来分享圣经上帝你的话。感谢你的听从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在读列王记，咱知影列王记是安排伫撒母耳记的后壁面，所以列王记的拄则，伊的编写的观念是延续撒母耳记即种思想的系统。撒母耳内底，撒母耳记有一个真重要的观念：人若是要爱上帝管理，想要家己管家己。若无上帝话家做基础，人真紧会受诱惑离开上帝道路甲界命。伊就是列王记，就是用即个做基础，伫延续撒母耳记。咱通知影撒母耳的时代，撒母耳先知的时代，以色列人要求。因要设立君王，因无爱上帝的先知来引带因来教示因。后来咱通知，既然以色列人安尼要求上帝，就应允，互因去设立君王。咱通知影，以色列的头一个君王就是扫罗，然后是大卫，然后大卫伫上兴旺的时。人拢是安尼，伫上兴旺的时阵，定定感觉家己会当取代上帝的能力，所以大卫伫上兴旺的时，咱大家就知影，就出问题，然后大卫一直在努力，其实扫罗就已经有即个现象。扫罗是上帝竞选出来做王，不扫罗一直感觉即个王位，互伊得到真侪迄种的欲望的满足，所以伊真爱王位，甲延续到伫伊的囝约拿单的身上。但这毋是上帝的意思，约拿单嘛知影。伊的好朋友大卫比伊搁较有资格来做王，但是扫罗落尾甲约拿单讲你实在头壳有够戆，你会当做王，你搁无爱，你甚至支持大卫做王，所以扫罗甚至气甲要想将家己的囡仔约拿单杀互死，后来。咱通知到伫晚年，大卫就拿来得到上帝的同在，伊是一个真敬虔的人，所以后来咱通知大卫落尾就继承扫罗的王位。咱知影约拿单嘛伫战场的中间，甲伊的老爸扫罗拢伫战场的中间来战死去。但是大卫同款对人上大的诱惑，我相信咱做一个台湾人徛起伫即个土地，咱拢看见真侪政治人物得到关系时，拢会将家己甲塑造亲像神明同款。咱电免我搁记人，你拢会比我较清楚。有真侪人得到王位，也是讲得到一个政党安尼浮起来的时阵，伊就感觉家己真牛，家己真有关系，然后就开始拿来离开圣经的教示，就拿远去伫教会组织内底嘛，定发生即个代志，这毋是古早，就是到今仔日悠远是安尼。咱会当看见列王记的作者，就是用即种的观念伫看历代君王的变化。咱通知大卫有一个囡仔，伊意爱，这个就是所罗门。所以所罗门得到王位的时，
逐个人拢讲伊是一个有智慧的王，真有智慧，其实无。咱知影圣经若伫讲智慧叫做什么意思？毋知？圣经若伫讲智慧是什么意思？恁应该爱开查经班哦。圣经若伫讲智慧，叫做认捌上帝，叫做认捌上帝。但所罗门毋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因为所罗门到落尾，你知伊娶几个某？无济1000个。啊，为着这1000个某，伊爱起王宫，王宫起比礼拜堂，耶路撒冷圣殿较大间，搁较澎湃。耶路撒冷圣殿起7年半，所罗门的王宫起13年。你若有机会去美国哈佛大学，哈佛大学开始就是起礼拜堂，但是当时捐献钱的董事会，伫管理哈佛大学的董事会就落一个命令。礼拜堂的四周围500公尺内，500公尺内，所有的建筑物拢袂使比礼拜堂顶面迄支十字架搁较悬。这就真有意思啊！所以你若去看哈佛大学的图书馆，拄伫礼拜堂的附近，嘛是差不多200公尺迄个范围。为着董事会这个规定，因毋敢起到超过十字架，因就涂骹一直挖落去，挖到地下室5层。地下5层迄图书馆，因本来当起足悬，亲像101遐悬，不过毋敢，因知影超过十字架，迄个是一个真大的危险。咱知这是对倒位在学习，对圣经在学习。后来咱通知所罗门为着疼某较过头疼上帝，所以伊为着伊所娶的某，特别是迄个埃及的某，替伊起什么起庙，啊，佮对伊去拜。安尼咱就通知啊，毋通一直有一个误解，讲所罗门是一个真有智慧的王，毋是。啊，佮有一种误解，掠准讲箴言是所罗门写，这拢是无读圣经、无伫研读圣经者有即种的想法。其实毋是安尼哦。啊，咱若搁倒转来看《列王记》的作者是伫延续即个线路伫看。啊，咱通知上有能力的王，定定无爱听上帝的话。咱知主前第8世纪王国分裂了后，北国的以色列出一个真重要的王，叫做亚罗波安二世。亚罗波安二世伫治理的时，国家的经济发展甲真好，武力真强。有一个先知名叫做阿摩斯。伊是南国的人，去互北国，去互上帝差派去北国以色列去传上帝的话。伊就真认真照上帝的话去传。做一个先知，唯一会当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讲上帝叫我讲什么，我就讲什么。北国的王听袂落去，毋但听袂落去，大祭司嘛听袂落去，所以就甲阿摩斯警告：你是南国的人，你莫在遮讲话，只有王宫伫即个所在，你转去南国的所在，互南国的人甲你饲。
无阿摩斯讲一句真出名的话，我毋是为着传上帝话来底支持我的腹肚。来，伊讲啥物？伊讲我是互上帝竞选着，得爱来遮讲话使有够衰。我是一个做事人，我种酸栽树，我饲牛仔、饲虫仔。我毋免来遮，是上帝把我调来，我得爱讲，毋是我爱讲。但是因为你主动讲上帝的话，上帝会互你，以及你的某，你会死伫战场，你的某甲你的查某囝会用掠去做妓女。这后来咱通知北国以色列伫主前721年去互亚述帝国就甲伊消灭去，然后老百姓就掠去奴隶市场去拍卖。咱若去读《列王记》下卷17章，就非常清楚写这个故事。所以《列王记》的作者，伊是伫延续撒母耳的经典即个观念延续落来。若无牵条上帝话，离开上帝道路甲界面，无论你的国家经济偌好，军事武力偌强，真正伫影响的，拢毋是人的气力，是上帝的手伫遐伫决定所有的代志。安尼，咱就会当通知今仔日所伫读即个列王记上卷。列王记上卷，咱若注意家己读，咱就会当看到，对18章开始，伫写着亚哈王。亚哈王带西顿国王的查某囝亚西别，亚西别过来到伫以色列王亚哈的身躯边。伊就一直在努力一件代志，这件代志就是要安怎样，互以色列人对伊去拜巴力，伊是将巴力的神明，但引进入去以色列，伊做一个王，互伊带头，爱老百姓，逐个人对伊去拜巴力。咱知影巴力是啥物神？知影？咱台湾有一寡神明，旧历过年拢在发发财金珍宝，安尼叫做财神爷。咱今日教会拢坐袂满，就是来礼拜拢袂趁大钱。你也看真济寺庙，不时下定为着要摕发财金，爱拜咧拜几啊百公尺。大家人拢感觉钱真好。你看巴力即个神明，无咱通知真出名先知以利亚甲巴力的神明伫山顶斗争的代志，这拢是亚哈的时代发生的事。安尼，咱若对18章一直读到22章，拢在写亚哈王的故事。22章就写亚哈死伫战场，拄应验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。伊咧讲啥物？伊讲到伫倒位钱拿卜的会，嘛要共款伫迄个所在钱理的会。这就是咧描写伊是战场的所在。拿卜是一个种葡萄的人，所以伊有一窟葡萄园。咱在读的圣经，伊讲伊的葡萄园瓦郡什么所在？瓦郡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首都，王宫嘛伫遐。毋过伊的葡萄园，就是离开迄个王宫大约有30公里远。亚述列，亚述列就是后来伫亚哈的手，将拿卜的葡萄园捡起来了，搭起做另外一个王宫。那咱得讲做神宫。
就是伊不时伫休困的所在。所以，咱会当看出讲，伊的园葡萄园其实真水。哪部有一日看到迄个阿哈王有一日看到，就去找哪部甲伊讲，若会当，你的葡萄园，互我做菜园。其实较正确的了解，毋是菜园，较正确的了解是，互我做公园、花园，是花园，较毋是菜园。个人卖种菜拢人卖菜，家己地担起啊。我伊要做花园，谁仔要做花园，其实就是要起另外一间王宫。后来伊伫战场死，咱也读22章，就是讲伊的尸体拖转去到伫耶稣列，沿路对战场拖转去到耶稣列。咱知哪部？就是互人拖去浸死伫伊的葡萄园，即个耶稣的城的城外的所在。伊是耶稣咧的人，伊种葡萄，伊的葡萄土地因为真肥真水，所以葡萄就真水。阿哈看到真意外，就来甲伊讲，表面上看起是真水、真公道。我来甲你换，我用另外一区葡萄园来甲你换一区。咱毋知伊要用什么所在葡萄园来甲伊换。不过阿哈有搁再讲一项，你若感觉无妥当，我嘛会当照行情的价数，意思就是讲市面的价数，我来甲你买。咱会感觉讲，国王安尼嘛真公道，不过话毋是安尼在想，咱得当去注意的一项是什么人会应答，哪部会应答，咱也注意看第3节。我后个月过来讲道，我毋望恁入来得摕一本圣经，毋好定得看银幕的圣经，看了你得袂记啊。安尼听有无？我7月12日过来讲道，我毋望恁逐个人手头有圣经，这才是在做礼拜。所以我即摆讲第3节，恁拢毋知影第3节写啥，头先已经有读过，念语得袂记。第3节讲真重要的话，伊讲什么？伊讲上帝。毋肯我将祖产卖互你，伊咧讲上帝毋肯，其实是咧讲啥？摩西的律法有真清楚安尼规定。摩西的律法，咱若注意咧看利未记25章23节，民数记36章第7节，伊拢有真清楚的规定，祖先的土地袂使买卖。啥那祖先的土地袂使买卖，因为你若卖祖先的土地，安尼会互有钱的人土地哪来哪大地，无钱的人土地就无去。以色列民族有即个观念，若是无土地，你就无生存的空间。这嘛是为什么？第2次大战结束的时阵。犹太人，英国的银行家罗切斯特，伊就去找什么人讲话，去找乔治尔讲话。伊讲重建伦敦的钱拢总我出，条件敢若一项。英国的联合国大使去联合国提议，伫巴勒斯坦挂一块土地，毋免大。一块小地土地，互以色列伫遐起国，互以色列伫遐起造一个国家。因为因无国家，因无土地通起造家己的国家，这对当时开始
对580年犹太去互巴比伦消灭了，因毋捌有家己的国家过。有主前第2世纪165年，主前第2世纪的165年，犹太人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叫做马加比，伊带以色列人起来抵抗希腊帝国叙利亚王安提阿哥4世，因为安提阿哥要改变犹太人的信仰，甲因的传统，因的传统就是爱行割礼，因这是信仰，因感觉若无行割礼，甲上帝关系会断去。安提阿哥4世是落真严的命令，若发现囡仔行割礼，下体规个爱搭挂起来，将这个囡仔死去吊伫老母的颔棍，犹加示众，然后要求以色列人拢爱食猪肉。咱通知摩西律法利未记17章真清楚讲什么？猪是无清气的动物，毋但袂使食，阁袂使献祭。安提阿哥4世掠一只猪入去伫耶路撒冷圣殿献祭给上帝。虽然咱手头拢无圣经，咱若去读约翰第10章22节，约翰福音第10章22节就写一个祭叫做献殿节。迄就是咧纪念主前165年迄个革命成功的代志，因入去清扫圣殿，将祭坛降掉，佮重新起祭坛，因为迄有安提阿哥献猪做祭，互救赎的生命，就是帕拉山耶路撒冷圣殿的一个背景。咱若咧读这，后来这个马加比的运动成功，将希腊的部队赶出巴勒斯坦，伊就即时宣布犹太国独立。独立干100年，到伫主前65年，罗马帝国一个入来，拍死真济，特别耶路撒冷犹太人超死几若万人。因完全投降，所以对主前65年一直到1948年，47年的10月，1947年的10月，英国的大使伫联合国提议，伫巴勒斯坦挂一块土地。无大地真细地，互以色列人起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。因为伫第2次大战，犹太人差不多强要互灭族，所以生出人民疼惜的心真济，就安尼表决通过，因就伫隔年1948年的4月宣布。伫巴勒斯坦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，咱通知影，伊即个宣布建国就随时甲巴勒斯坦的人发生战争，这是一个背景。咱通知列王记的作者就是伫描写即个背景。咱看哪部是安尼讲，咱通知摩西律法就是讲祖先的土地袂使买卖。你敢若会使创什么？会使去抵押，你袂使卖，你会使摕去借钱。若是无囡仔通传承土地，所以为什么摩西律法就有即个规定？如果妇人人若结婚，丈夫过身，妇人人无生囝，做兄弟的爱甲兄弟的某。带过门来，甲伊生囝，
目的敢若一人要保持土地无地沟去互失落去，安尼咱通知路德记就是咧讲即个故事。所以你若注意到读路德记，佮读创世纪39章，犹大甲新妇塔玛发生乱伦的代志，拢甲这有关系。啊，你一定爱生囝，若无生囝，你就无土地，无土地，你就变做一个流浪的人。这是一个游牧民族上意爱，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土地会当徛起。啊，咱通知那伯就是安尼讲，我若土地卖互你，这毋是圣经的教示。伊就是咧提醒阿合，摩西律法安尼讲，圣经有安尼讲，你做国王敢毋知？换一句话讲，国王应该爱知上帝话甲教示，不阿合显然已经袂记，甚至无得注意圣经上帝的话。因为是无得注意圣经上帝的话，伊才会受到即个代志。啊，因为那无佮甲伊应答，迄是圣经上帝的话，我袂使安尼做。伊听了感觉见笑佮郁卒，转去哦，那囡仔咧，倒伫眠床，头活壁边，无爱起来食饭。这咱若摇过囡仔，拢定会经验这，咱得佮大囡仔拜托佮兼高正，咱毋敢互囡仔讲毋食去死好。不，咱知影古早咱台湾人啊，拢真够生规暝，生规暝，所以咱就有迄个话，要食杀母家己掠，要食好心家己合，毋食你得去死。啊，今仔日毋是咧。今仔日咱得拜托囡仔，佮加食一喙啦，拜托啦，啊乖哦好啊，学了甲要死去。你来看亚西伯，亚西伯讲啊，无采你咧做国王，遮尔小可的代志。亚西伯就是咧拜巴力的，伊毋知影耶和华宗教即个是咧讲什么好。所以讲，你做国王，遮简单的代志袂晓，起来。这我来处理就好。其实咱通知影，圣经内底负责人是无讲话空间的，所以圣经内底讲两种人是无算人。你知影什么种人？负责人甲囡仔。咱台湾人嘛安尼，查甫人讲代志，查某人来拢会向面。你查某人捌什么代志？吼，即马查某人足捌的，佫会做总统。啊，若囡仔讲话，咱会大囡仔讲啥？囡仔人，啊，得包死的，有耳无喙，包死的。以色列人同款，所以台湾人读圣经是较好了解。外国人要读圣经，得去研究因的民俗，啊，咱毋免的，咱有真侪经验是甲因同款。你看到学了一个人长岁受祝福，会答即个人讲食到几岁？啊，你若读创世纪第6章第30节，已经讲好上帝互人的年岁到120岁，无要食到120岁，毋免欢喜。啊，咱搁去看。亚西伯甲伊讲起来食饭，这个代志我处理。啊，你知伊安怎处理？伊就写批互所有这贵族，所谓贵族就是讲社会有影响力的人。过来就是互长老，长老若用今仔日的话来讲，叫做检察官或者是法官，然后叫因开会。叫因开，搁一人去找两个罗马来做见证人，啥物爱两个？这拢是摩西律法的规定。若得告一个人，
干那一个人袂当做证明，得爱两个人会当证明伊实在是有做即个代志，所以找两个罗马来做假见证。这是亚西别，因为伊无信上帝，所以会使做假。所以做假见证，伊无感觉有啥物毋对，害人的性命，伊无感觉有啥物毋对。却是阿哈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以色列的王应该知影这是袂使进，却是伊的母王后亚西别做即个代志，伊无甲伊阻挡，因为10条界第9界写什么？就做对第1界开始算。第9界讲毋通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性命，这是第10界第9界。伊无主动伊的某去做这个违背诫命的代志，搁来看到这个长老贵族，因嘛共款，因听什么人的话？听王后亚西别的话，这拢是强无做恶毒的代志，陷害人的性命。后来因真正安尼做，咱咧读今仔日的圣经，因真正安尼做，然后就将拿伯拖出去，用石头活活甲伊钉死，才来甲国王亚哈讲。你通去将伊的园、葡萄园，甲伊接收起来，因为亵渎上帝，罪名是亵渎上帝，用上帝的名来底害死人，这是足严重的代志。所以上帝非常生气，就叫什么人？叫先知以利亚，你去甲伊讲话。你知先知是真衰的人，上帝若叫伊去讲啥，伊就爱讲啥，伊袂使讲无爱。你知有一个先知，就是无爱要走互上帝，你啊，迄个什么人？用啦，伊甘愿死嘛，无爱去听上帝的话，因为什么艰苦？伊讲死会较看我，因为上帝定会叫伊去讲人。咱有当时会家己想无爱，不过上帝就叫你去，啊，你得爱去。伊叫以利亚去，你去甲伊讲，啊，以利亚去讲，就爱准备要死的，所以伊就去讲。伊讲你毋通杀死人，你去占人的财产。杀人占人的财产，上帝无法度容允这个代志，所以咱咧读迄个19节，伊就会讲啥？到伫倒位？因为用石头钉地到老岁，到伫遐钱，哪部的岁嘛要伫遐钱你的岁。咱若继续读落，会读到什么？咱若一直读到列王记下卷。第7章，咱就会读到后来拿伯22章上卷22章第写拿伯死伫战场，规蛇路伊的车战车拖转去到亚述列，沿路流血过刀就死去，清洗伊的身躯的时，血水流出来到地钱迄个血，然后就写着什么？写着讲，伊规个家族大大细细，拢互一个手下的将军耶户叛乱，规个拢总杀死甲无判的。上帝严严报应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今日读这段圣经，咱得有这个理解。咱若做一个上帝选民。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，咱拢爱会记得这个假使，上帝是会报应的上帝。基督教的信仰在甲咱讲上帝的报应，
即个上帝报应，佮伫什么有关呢？人伫暗中所做的，上帝拢知。请会记咱的圣经，甲咱讲一项，逐个人出世早2种物件来，知影什么物件？你的身躯顶拢有一个天使，逐个人身躯顶拢有一个天使。当你手伸起扶持帮赞一个艰苦人，迄个受帮赞的，特别若看到你，拢会讲啥？我的天使来啊！但是你的手若去在害人，互你害人看到你会讲啥？魔鬼。咱逐个人身躯顶拢有一个天使，咱逐个人身躯顶，咱的生命出世哦，上帝就互咱一个天使。上帝嘛，互咱一本生命册。生命册天使在写，毋是咱家己写。咱若家己写，拢会写2026年6月14早起9点半，我有去淡水教会做礼拜，安写。天使佫加一句话，伊的心拢无伫遐。啊，你若读启示录20章12节，伊会写讲，无论贫贱富贵，什么人拢共款，无论贫贱富贵，死的时阵，生命册天互开，上帝根据生命册所记载在做审判。亚西别伫暗中写批，当因仔用阿哈的名，伊掠准无人知，上帝知，上帝报应，就是迄个记录记伫上帝的手里。咱咧读今仔日的圣经，咱应该学习一项，倒转来伫圣经上帝的话，才免指教咱离开上帝教示甲道路。今仔日的教会，咱准备要聘牧师，我毋望咱的小会员，即个长老，若有人来买，想要来咱教会时，你会晓甲伊问，你若来，敢会使带阮读圣经、开查经班？伊若讲这较困难，安尼你著讲多谢，以后毋免来啊。咱今仔日的教会上欠，就是欠倒转来伫圣经上帝的话。虽然今仔日的教会才会遐尼的乱，咱才会发现，咱设立的机构、病院、学校真乱，教会嘛乱。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无上帝的话，诚做咱的基础。阿合就是即种的王，才指教规个国家伫阿合了后，北国的以色列就败坏哪来哪紧，主前721年，亚述帝国就完全消灭，会当卖有计数，拢掠去奴隶市场拍卖了了。这会当诚做咱警告甲学习的教示。上帝赐予咱同心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予阮伫遮在学习认捌圣经的话，愿你的话诚做阮的帮赞甲开力。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